各位學仔大家好啊！今個星期就去翻 D43呢份筆記啦。咁麻煩你幫 Miss 對你手頭上嗰份筆記同唔同 Miss 一樣 ？OK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去翻嚟今個星期嘅第一個課題啦。平面圖形嘅重溫。OK。好，第一個圓形。OK。就好似呢兩幅圖畫咁樣嘅。OK。好啦 ，Miss 啊，如果係咁樣呢，咁佢係咪屬於一個叫做圓形呢？唔係嘅，記住啦喎，唔係嘅，得唔得？好，第二幅圖畫叫做三角形 ，OK。好，咩嘅圖案叫三角形呢？首先我哋可以數到三條邊啦，然之後我哋可以數到三隻嘅角啦，OK。咁佢係叫做三角形嘅。好，第三個四邊形 ，OK， 1、2、3、4。當然啦，我哋可以數到四條邊，1、2、3、4，亦都可以數到四隻角嘅 ，OK。好，再落去第四個五邊形 ，OK， 1、2、3、4、5，我哋可以數到五條邊啦，1、2、3、4、5，亦都可以數到五隻角啦。OK， 咁佢就叫做五邊形。再落去下一個第五個六邊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OK， 可以數到六條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可以數到六隻角嘅 ，OK。咁再幫 Miss 記住啦，如果我數到七條邊、七隻角呢，咁咪佢叫做七邊形咯 ，OK 嘛？跟唔跟到？好啦，不過幫 Miss 留意翻呢樣嘢啊 ，OK。三條邊三隻角呢，咁佢唔係叫做三邊形嘅，咁佢係叫做三角形嘅 ，OK。幫 Miss 記住啦喎。好啦，上面介紹咗啦，咁一齊試下做翻下面嘅題目啦 ，OK。好，下面呢總共呢有四條題目啦，咁 Miss 大概俾3分鐘嘅時間去完成嘅，開始。好啦，假設你完成咗，咁就同 Miss 一齊對翻呢度嘅答案啦喎。第一題啦，上圖中共有幾多個三角形 ？OK， 大概好似咁樣啦，三條邊啦 ，OK， 有三隻嘅角啦 ，OK， 所以有一個、兩個，唔好忘記咗上面嘅笑哈哈，所以總共呢係有三個嘅三角形。好，第二題啦，上圖中共有幾多個四邊形？大概呢係咁嘅樣啦。OK， 有四條邊啦，有四隻嘅角啦。OK， 四邊形就數下啦喎，有一個、兩個，跟住有三個，所以四邊形呢係有三個嘅。第三題啦，上圖中共有幾多個五邊形？大概啦，咁樣樣嘅 OK， 有五條邊，有1、2、3、4、5，同樣有五隻角嘅，咁所以只有呢一個 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四題啦，上圖中共有幾多個圓形 ？OK， 咁一齊數翻啦喎。有一個、兩個、三個，所以呢，圓形嘅話，我哋總共數都係有三個嘅 ，OK 嘛？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再企去第二頁啦 ，OK。咁呢頁呢 Miss 大概俾6分鐘嘅時間你去完成嘅，開始。好啦，假設你完成咗啦，咁就同 Miss 一齊對翻度嘅答案啦喎。第一題啦，上圖中共有幾多個嘅三角形 ？OK， 三角形嘅話有三條邊啦，三隻角嘅 OK。首先有一個、兩個、三個，仲有呢一個四個嘅，所以總共呢係有四個嘅三角形。好，第二題啦，上圖中共有幾多個四邊形？四邊形嘅話有四條邊同埋四隻角嘅，有一個、兩個 OK，
仲有冇咧？我哋逐個數下啲邊啦喎，OK？ 1、2、3、4，呢度係4條邊4隻角啦，所以啦呢一個係第3個，所以四邊形嘅話總共咧係有3個嘅 ，OK？ 好，再落去第3題啦，上圖中共有幾多個五邊形 ？OK？ 咁 Miss 查一查呢度啦，五邊形嘅話即係5條邊啦，同埋5隻角嘅 ，OK？ 1、2、3、4、5，第一個 ，OK？ 1、2、3、4、5，第二個 ，OK？ 所以啦，五邊形嘅話有2個嘅 ，OK？ 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4題啦，上圖中共有幾多個6邊形？6邊形嘅話即係6條邊啦，同埋6隻角嘅 ，OK？ 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有一個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二個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三個啦。所以6邊形嘅話，總共咧係有3個嘅 ，OK？ 好啦，再落去下面嘅第5題啦喎 ，OK？ 好，咁佢就問你啦，只由直線組成嘅圖案咧係邊一啲啦 ？OK？ 直線，咁樣啦，咁樣啦 ，OK？ 嗱，如果你想畫呢兩條線嘅話，係可以咧用到我哋嘅直尺畫得到嘅 ，OK？ 如果用我哋直尺畫得到嘅話咧，咁佢係叫做直線 ，OK？ 咁所以咧只有 F 呢一個圖案啦 ，OK？ 好，第6題啦，只由曲線組成嘅圖案，曲線即係好似咁樣 ，OK？ 咁所以啦，有A 啦，有C 啦 ，OK？ 仲有D。OK， 咁所以啦，曲線嘅話係用我哋嘅直尺畫唔到嘅，OK， 咁所以啦，咁佢就叫做曲線。好，第7題啦，會由直線啦同埋曲線組成嘅圖案，即係話可以用翻咁嘅圖案啦，然後咁樣噶啦 ，OK， 直線加埋曲線嘅話，有呢度直線啦，呢度曲線啦，有B。仲有E 直線啦，曲線啦，所以B 同埋 E 係有2種線組成嘅，係由直線同埋曲線組成嘅。咁你就需要將個 B 同埋 E 擺喺第7題嘅橫線度咯喎 ，OK？好，再落去下面啦，第1題啦，畫出一個4邊形 ，OK？ 咁記住啦，4邊形嘅話，4條邊4隻角嘅 ，OK？ 不過幫 Miss 留意翻先，畫圖案嘅時候必須用翻直尺去畫嘅 ，OK？ 首先畫一條直線，第2條直線。第3條直線，咁你畫嘅時候記住啦，一定畫喺點嘅中間嗰度啦。如果你冇喺個點嘅中間嗰度嘅話，係被老師求分嘅 ，OK？ 第3條線，再畫埋第4條線 ，OK？ 總共有1、2、3、4， 4條邊，1、2、3、4， 4條邊4隻角嘅話，咁佢就叫做4邊形嘅 ，OK？ 好，第2題啦，畫出一個6邊形，6條邊同埋6隻角嘅 ，OK？ 咁所以記住畫嘅時候都係嗰句，用翻直尺去畫嘅 ，OK？ 一條邊，兩條邊，三條邊，四條邊，五條邊。6條邊 ，OK， 咁然之後數翻啦喎，一隻角、兩隻角、3隻角、4隻角、5隻角、6隻角 ，OK， 咁記住啦，6條邊6隻角嘅話就叫做6邊形嘅 ，OK 嘛？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再記去第3頁個位置啦。第3頁咧係重溫我哋早前學嘅呢一個活動時間嘅應用嘅 ，OK。好啦，就睇翻個例子先 OK。咁佢就問你啦，阿軒軒共用咗
幾多個小時呢去吃早餐？OK，咁我呢一個位置，我就需要睇翻個時鐘，到底係幾多時或者係幾多時半？OK，好，你個時鐘裏面呢兩支針，短少少嗰支針我哋叫時針，長少少呢一支針我哋叫分針。OK，好啦，當個分針只去12啦，短嗰支針只去個7字嘅時候呢，係代表7時，咁佢呢係7時嘅時候呢吃早餐。OK，好啦，同樣地啦，短嗰支針對翻個9字，長嗰支針對翻個12嘅時候，代表呢佢9時嘅時候呢吃完早餐嘅。OK，咁好啦，由7時去翻9時，咁佢總共用咗多少小時呢？OK，咁佢就話俾我哋知道，一格呢係等於1小時嘅。OK，好，原本係喺7時嘅。跟住一格兩格，一格兩格，一格係等於1小時啦。咁兩格呢係代表2小時，咁佢係用咗2小時去吃早餐嘅。OK，好啦，除咗一個時鐘裏面跳格仔之外啦，咁亦都可以喺下面一個位置，譬如我由7時開始嘅，就8啦、9啦，同樣地由1、2，我跳咗2格嘅。OK，咁所以啦係代表2小時嘅。不過記住啦，喺跳格仔嘅時候呢，原本個7字呢係唔使數嘅。OK，好啦，上面 Miss 講咗個例子啦，咁剩低下面嘅題目呢 Miss 大概俾5分鐘嘅時間你去完成嘅。開始。好啦，假設你完成咗啦，咁就同 Miss 一齊對翻呢度嘅答案啦喎。1A，OK，好，短嗰支針對翻個5字，長嗰支針對翻個12嘅時候呢，係代表5時嘅。OK，好，長嗰支針對翻個6字，如果長嗰支針對翻個6字係代表幾多時半嘅。OK，短嗰支針會喺9同10嘅中間，咁我哋讀翻較前嘅數字，咁所以呢度叫做9時半嘅。OK，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2題啦。阿軒軒喺幾多時半吃早餐呢？OK，長嗰支對翻個6字代表幾多時半啦，短嗰支喺6同7嘅中間，讀翻較前嘅數字，咁所以叫6時半啦。好，吃完早餐呢，長嗰支對翻個6字啦，咁叫幾多時半嘅？OK，短嗰支會喺7同8嘅中間，讀翻較前嘅數字，所以佢叫7時半嘅。OK，好啦，由6時半啦變翻7時半呢，咁佢總共用咗幾多個小時吃早餐呢？OK，好，原本係6時半係呢個位置嘅，變翻7時半，跳咗一格，一格係代表1小時，咁喺個橫線度呢，寫翻個1字就 OK 啦，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再揭去第4頁啦。OK，第4頁呢係另外一種時間應用嘅題目嘅。OK，咁 Miss 用翻第5題作個例子啦喎。OK，好，第5題佢就問你子由呢會喺上午幾多時呢開始做功課？OK，好，睇翻個時鐘先啊。短嗰支針對翻個10字，長嗰支針對翻個12，上呢一度係代表10時嘅時候呢開始做功課，維持2小時都代表2小時之後啦。咁佢會喺幾多時呢完成功課嘅？OK，好，原本長嗰支針對翻12，短嗰支針只去壓10嘅。OK， 2小時之後呢，咁我就要跳2下啦喎。OK， 1下2下，當我跳咗2下嘅時候呢，短嗰支針係只係12啦，咁所以呢，佢呢會喺下午12時嘅時候呢完成功課嘅。OK， 好，剩低嘅3條題目 Miss 大概俾5分鐘嘅時間你去完成嘅。開始。好啦，假設你完成咗啦，咁就同 Miss 一齊對翻呢度嘅答案啦喎。第6題啦，樂樂會喺幾多時半呢開始踢足球嘅？OK，好，半嘅話，長嗰支針對翻個6字，
短果之針會喺1同2嘅中間。咁我哋讀翻較前嘅數字，咁佢會喺1時半嘅時候咧開始踢足球嘅。OK， 3小時後啦，阿樂樂咧會喺幾多時半咧結束踢足球嘅。OK， 好，我哋喺呢度畫翻個時鐘先。長果之針對翻個6字，短果之針會喺1同2嘅中間。OK， 3小時後咧，即係我哋要跳3下咯喎，1下、2下、3下。當我跳咗3下嘅時候咧，短果之針就喺4同5嘅中間。4同5嘅中間嘅話，我讀翻較前嘅數字，咁所以啦，佢會喺4時半嘅時候咧就結束踢足球嘅。OK， 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7題啦。OK， 佢用了幾多小時去完成功課？好，長果之針對翻個6字，短果之針喺8同9嘅中間，所以呢度叫8時半。OK， 好啦，幾多小時之後咧就變翻長果之針喺個6字啦，短果之針喺9同10嘅中間，所以呢度叫9時半。OK， 呢一個位置叫8時半。OK， 好啦，由8時半變翻9時半，咁佢總共用咗幾多個小時咧？咁啊睇翻我跳咗幾多格仔啦喎。OK， 好，原本係8同9嘅中間，跳一下就變翻9同10嘅中間，跳一下代表1小時嘅，咁佢咧係用咗1小時咧去完成功課嘅。OK， 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8題啦噃。OK， 開始又結束。OK， 咁佢問你總共咧行使咗幾多個小時？好，長果之針對翻個12，短果之針對翻個11，咁呢度代表11時。OK，短果之針對翻個1字，長果之針對翻12，呢度變翻1時嘅。OK，好啦，由11時變翻個1時。總共用咗幾多小時嚟跳格仔咯？OK， 原本喺11呢一個位置嘅，跳一下，跳兩下。當我跳咗2下嘅時候，變翻個1時嘅，一下代表1小時，兩下代表2小時嘅。OK 嘛？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冇問題嘅。今個星期課堂就咁多，剩低嘅作為功課部分。OK， 咁你完成咗之後咧，就需要影相交俾你嘅老師去改正嘅。冇問題的話咧，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，拜拜。